咱来三甲祈祷。即要说，阮感谢你，阮搁一摆机会遮三甲敬拜你。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真侪人破病艰苦，阮恳求你怜悯。阮也感谢你，互阮有勇健的身躯。阮为你伫你面前，为着阮的朋友有人身躯欠债的，伫你面前祈祷，恳求你医治手甲面三甲之地。阮即个时阵要三甲对你的话来想，阮做基督徒，你怎样听办？阮恳求你到阮三甲之地，通过老母的嘴，讲出你真理的话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想我今仔日读的圣经，恁大概知影，我讲有一个地方叫耶稣伫十字架路顶拄着的人。我相信恁知影，我今仔日要讲彼得甲犹大，我事实是要讲即两个代志吼。我咧牧会中间吼，甲真济婴仔领洗礼，因别人吼足济有 John 啦，有 Andrew 啦，有 James 啦，有 Peter 咧足济啦。我还毋捌甲一个囡仔叫做犹大，因无甲一个叫做犹大。犹大这个名本来是阿拉上帝 Praise the Lord 的意思。为着这个，咱今仔日读这个犹大，就迄个名无人咧用的。我以前伫咱咧买有会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伊是牧师啦，伊是原来咧做一个牧师，伊真趣味啦。伊吼是阮迄个牧师咧管辖的，伊吼逐月时啊写迄个阮的报表吼，是真简单啦。所以逐月时拢会写讲咱的 association 有偌济钱，伊下骹签名拢签讲 from your servant Judah， 伊家己讲伊是犹大，伊咧管辖。伫圣经内底关于犹大的代志真少。伫约翰第12章第26节了，约翰讲犹大吼是咧管辖的，伊吼乱用公款，伊有贪污，这是约翰讲的。真少关于犹大的代志，彼得的代志真济啦。这两个拢总是耶稣的学生，对耶稣对3年，所以我讲耶稣是伫路顶拄着的人，因两个当然是在内。咱今仔日读路加第6章第19到26节，圣经路加人讲，耶稣上山去祈祷，规暗去祈祷上帝。隔日就来山骹，对地个人，显然是真侪人啦，已经12个做伊的使徒。这12个吼，我讲，迄内底恁就拄仔读过，你可能无注意。迄内底共名足济，有2个西门，一个是彼得。彼得是真正统的犹太教的人，伊到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伊甲保罗就要甲别人传道，彼得甲伊无啥会合，所以彼得是真正统的犹太教的信徒。搁另外一个西门吼，伊伫遐讲，圣经讲是极进党，极进党嘛，英语是 zealot 就是吼，迄个主张着用武力来解决迄个罗马帝国的一只人，所以是激进民主。所以你甲看一个真健全的犹太教的西门，甲一个极进党的西门，这学生吼，老实讲，耶稣一定真好显露个啦。过来吼，有搁2个叫做犹大，一个是讲因后爸的名，搁一个是卖耶稣，伊遐讲是Iscariot， 就是犹大这个名，伊是迄个所在的名啦。英语叫做 Kyria， 迄个所在的名，我较顶来讲，卖犹大这个人，
圣经内底若要讲到即个犹太，拢会加迄一个 Iscariot， 就是甲别个人犹太分开。因为耶稣嘛是一个小叫做犹太啦，所以犹太拢特别安尼讲。啊，以外吼有两个西文，两个雅各，两个犹太。咱对今仔日个圣经吼，也讲耶稣去山顶祈祷几暗吼，祈祷了落来，拣12个学生。你敢无感觉耶稣祈祷几暗，拣12个学生，拣72个？你看到即个名单，你敢会讲？是安怎？你会拣安尼？若互咱拣，可能咱拣会比耶稣较好，敢袂？耶稣拣学生吼。咱无啥物咯，佫一项伊个学生个中间，我拄讲袂下，佫一项吼，真趣味个代志是，敢若即个卖耶稣个犹太吼，是 Curious 个人 ，Curious 是伫耶路撒冷个南边，厝咧11个吼，拢总是北平亚裔伫家己厉害，耶稣个故乡附近个人，所以11个拢甲耶稣同故乡。敢若犹太一个吼是南部个人，所以我咧个想象吼，犹太伫即12个人，拢北部人做伙生活吼。我想伊即3年，原来过甲敢若孤鸟共款啊。咱也爱同情伊个处境，实在讲吼。所以，我今仔日咱要来三角谈，咱来，我佫一项。耶稣调这学生了吼，耶稣有甲因训练，耶稣甲因训练。我有摕吼，迄个路加福音第9章吼，第9章足长个啦，拢做62节。总是你对第9章吼，路加放咧第9章，你会当看出来路加将耶稣安怎训练学生吼，拢总集伫迄章，迄章真有意思。我有创迄个 PowerPoint， 你看一下。头一个吼，对第1节到第5节吼，我讲大概就好啦吼。对第1节到第5节，耶稣找12个使徒出去传道理。圣经讲吼，伊互因吼有能力甲权柄，会当压制所有的鬼神。因耶稣互因会晓赶鬼，赐因会晓赶鬼的权力。佫吼会医病。叫因出去传上帝国的道福音，去医好病人。12个拢出去传道理，耶稣拢互因即种权力。你要想讲犹太咱逐个拢对伊印象足歹，因为伊卖耶稣。犹太原来会出去医病，会出去赶鬼，佫会出去传福音。你捌安尼想无？我即12个拢出去，伊嘛出去啊。对第10节到第16节，因出去了转来了吼，甲耶稣讲因出去做诶代志。路加无写真清楚啦，毋过我想吼，咱会当想象啦，迄一定足精彩诶。若你甲我咱出去吼，爱医病爱赶鬼，咱转来真侪通仔讲，敢毋是？因甲耶稣报告一定足精彩啦。过来了吼，路加讲耶稣用5个饼2尾鱼变饼饲5000人食饱，这是真大个神业，4本福音书拢有写，所以即个代志互因印象真深。所以4本福音书拢有。要分饼的时，圣经讲叫群众拢坐落，12个使徒去摕去分。犹太嘛伫遐分哦，彼得嘛伫遐分哦，逐个拢伫遐。过来，耶稣离开饲遐人时啊，伊叫因先坐船过去对岸，耶稣家己去祈祷。咱知影迄个故事过去，因拄着大风涌，耶稣行水面去找因。彼得看耶稣行水面，讲伊也要行，耶稣讲你来，险啊停落吼。即个代志，敢若马太、马可、甲约翰内底有记尔，路加是安怎无记我毋知。总是我是要讲的是，
耶稣行水面哦，犹太嘛有看着哦，吼，彼得行水面，犹太嘛有看着，耶稣安怎甲彼得救起来，犹太嘛有看着，拢总共款看着。第18节到像第18节的27节，耶稣问伊学生讲：恁讲我是啥人？彼得做信仰告白，讲你是真活上帝的囝，耶稣足欢喜。即个代志伫马太第16章，有哪有安尼讲？耶稣真欢喜，伊问讲恁讲我是啥人？彼得做伊的信仰告白。路加无讲，总是马太有讲。耶稣了，甲因讲伊要受难的代志。彼得甲耶稣去拼，即个代志无可能发生伫你的身上。你上帝的囝，你哪有可能？耶稣责备彼得真出名，讲撒旦提议，你讲的是毋是出自上帝，是出自人？耶稣即边在较学了，彼得嘛出自好心呢，去甲耶稣讲无啦，你敢着安尼叫耶稣骂呢？因为犹太嘛有看着呢，犹太嘛有听着彼得的迄个信仰告白呢。因为我讲到遮的位置吼，我是要互咱大家知影，犹太甲彼得吼，佮其他即10个以外佫10个学生，耶稣的学生，因拢对伫耶稣的身躯边，因拢听着伊的教示，看着伊医病，看着伊行神迹，甚至因家己嘛有医病，嘛有行神迹。耶稣讲要对我的人，就举是字来对我，因嘛拢总有听着，因为有遮尔济经验哦，你才会想讲有一个伊学生竟然会甲出卖，这敢是真无平常的代志。伊甲耶稣中间敢有咁遐尼大范围？普通咱若讲犹太出卖耶稣，咱拢讲因为贪钱，所以伊出卖耶稣。我今仔日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。我讲这毋是我后壁讲的，这是真侪圣经学者安尼写的。恁可能有捌听的。我若是讲我读了，我有小可相信这圣经学者讲的。恁无同意我要紧。我的意思是，犹太卖耶稣毋是为着钱啦。我确定来讲。要讲这以前我爱讲一寡历史互恁听，以色列的历史。这是主前165年的代志，主前165年。迄阵罗马帝国原当年管迄个犹太地，伊派一个迄个总督伫遐，叫做安提奥克斯。安提奥克斯这人是叙利亚的人。迄个时阵迄个主前165年，希腊的哲学足流行的，真侪人拢要爱报流行，要创希腊文化。这个安提奥克斯吼，伊做以色列耶路撒冷迄边的总督，伊要将迄个所在希腊化，遐拢是犹太人，所以伊头一项代志就是禁止犹太人所有的祭仪，什物搬假祭啦，遐拢袂使创。这犹太人当然足受气的，毋若安尼伊无爱因安尼做遐祭仪是犹太人若规定我来常常会反叛，常常有代志，所以伊无爱，伊禁止用创祭仪。犹太人当然反抗，伊派兵出去入去圣殿，去犹太人圣殿内底，将圣殿内底拢甲毁坏。上届伊就要侮辱犹太人，伊用迄个煮过猪肉的水你知犹太人无食猪嘛？煮过猪肉的水肉汤
摕肉汤吼，去甲倒伫个圣殿的内底，迄是足大的侮辱。犹太人无食猪肉，足大的侮辱。安尼吼，啊，佫吼，将圣殿内底一拍火伫遐，迄拍火吼，你今仔日人去天主教拜堂的内底，因内底嘛拢一拍火，迄拍火是表示上帝伫遐，伊将迄拍火抛来用去拍火。所以犹太人大家拢真受气，无依法。有一个吼，叫做 Judas Maccabeus 这个人，伊有4个兄弟啊。Judas Maccabeus 主前190年到主前160年，伊是30岁是战士。伊吼带犹太人对南部对 Syria 犹大的故乡对 Syria 带一群人去耶路撒冷，甲总督的军队战争，啊因拍赢，将迄个圣殿搁摕倒转来，啊 Judas Maccabeus 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所有犹太人排伫遐来欢迎吼，手拢举棕树枝，你会记得看手拢举棕树枝，啊喊和散那，耶稣是圣上的嘛呢？一个哦，所以迄个 Judas Maccabeus 赢入去耶路撒冷的时，大家拢举棕树枝，啊喊和散那。Judas Maccabeus 30岁就过身，伊入去圣殿恢复了，伊将迄拍火吼，迄个叙利亚的总督发迄拍，代表上帝迄拍火，伊甲佫甲点起来，迄个点起来，迄个代志吼，到今仔日犹太人还有咧记念，有做汉努甲，我伫遐有写伫遐吼，有光明节，中文叫做光明节，因就是因拍赢。啊，圣殿摕倒转来，啊，圣殿当然拢清气，伊用迄个肉汤把后个拢煮较清气，啊，佫点去拍火落，所以是汉努甲是因在纪念 Judas Maccabeus 赢即个代志，到今仔日犹太人还伫咧纪念。Judas Maccabeus 死了后，伊的小弟 Simon 接伊的位。第24年后 ，Simon 佫带兵拍入去耶路撒冷，将所有希腊人拢赶出去。啊，当然 Simon 赢的时，遐犹太人欢迎伊方法嘛同款，举棕树枝发和散那。但即个我是要讲犹太的背景，犹太是 Curious 的人，甲 Judas Maccabeus 拢总同城市的人，伊一定知影这个代志，当伊看到耶稣吼，骑驴仔入圣城，大家伫遐发和散那，举棕树枝伫遐发，你想伊头壳底想到啥？一定想到这个代志。佫一项吼，伊愈看感觉吼。耶稣入去清圣殿，Judas Maccabeus 甲伊的小弟 Simon 两个嘛是去清圣殿，耶稣去清圣殿。这对犹太看来吼，耶稣愈来愈像是要带伊拍罗马的这个人。啊，过来吼，犹太甲耶稣做伙。看耶稣行神迹，逐项代志吼，伊感觉吼，耶稣比Judas Maccabeus佫较厉害，伊会晓行神迹呢，Judas袂晓，耶稣个，所以吼，这圣经学者讲吼，有可能犹太的时候，感觉讲，啊你有遮尔好的条件，你哪无爱来拍倒罗马？你遮尔好的条件足好，看拢。啊，佫一项对犹太来讲吼，迄Judas Maccabeus甲伊共命呢，所以伊愈看愈成。即个圣经学者讲吼，犹太卖耶稣无拄为着钱啦，伊
伊是要将耶稣吼逼甲互耶稣吼不得不来出手，为着革命啊，为着犹太人的讨放犹太人的革命，这听起来不假有影，有影无影我毋知，毋过真侪圣经啊，才因应安尼写的，这是我读到的，我甲恁分享。事实，伫马太第27章第30到第40，当犹大看到耶稣拢总无反抗，互人掠去审判，互人掠去拍，伊才知影讲，到遮来我想讲你会出手，啊你拢毋出手，伊吼看到耶稣拢无出手。伊走去甲遐经学师、甲遐祭司头讲哦，我出卖无辜的人，我有罪啦。犹大则看一个讲，我做这项代志，原来是遮尔可怕的代志。伊是想讲要用安尼来逼耶稣，看耶稣会出手袂？耶稣毋出手。犹大知影伊毋对。啊，圣经讲安怎呢？伊将迄个钱哦，迄现起来人，伊若是为着钱的事，伊会提起来啦。伊知影伊毋对了，伊遐个钱行人，等现银，了后伊家己出去外口，圣经讲伊一个园个内底钓到出产，这是犹大。啊，彼得个代志，咱知影真济。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伊甲耶稣讲，我吼，都准备要甲你做伙来互关，啊嘛要做伙甲你来，要甲你做伙来去死啊！耶稣甲伊讲，加提以前，你会300问我。彼得绝对毋信即个代志的发生，伊绝对毋信。彼得老实讲，我倒转去看，即个人吼，实在是伊甲耶稣这3年实在是多才多姿啦。我有一个朋友甲我讲，彼得是吼，对毋对的人讲毋对的话，伫毋对的时间对毋对的人讲毋对的话啦。彼得是即款人，伊互耶稣学了，回头互耶稣来激励。伊毋是歹，总是伊真紧会讲话。啊！伊讲，伊300，耶稣讲伊300个毋愿意，这项代志吼，4本福音书拢有记。我感觉吼，写福音书的人吼，真正4本福音书拢有记。彼得毋知感觉安怎，我毋知啊。啊，路加、马太、马可甲路加拢讲吼，彼得毋认耶稣了。加提彼得想着耶稣迄句话，出去大哭。大哭了吼，伊无自杀，咱知影伫圣经内底，耶稣过活了后，伫约翰福音耶稣伫海边仔，彼得伫遐甲耶稣斗阵。这代志以后吼，我真正真佩服耶稣呢。迄难我吼，我一定甲彼得讲，好，你讲要缀我去倒？你讲要缀我去，要缀我要死，你也要缀我，到尾做伙死？300毋信我甲你讲，你毋信吼？耶稣拢无甲伊算账呢。彼得300毋信耶稣吼，耶稣300问伊讲，彼得，你有听？哦，我想迄是比去还美国更艰苦，敢毋是？耶稣伊300毋信耶稣，耶稣300问伊，你有听无？彼得约翰讲上尾仔摆耶稣问伊的时，咁么真烦，啊，就甲伊讲有啊，你搁问。耶稣拢无讲啥，饲我养囝。伫咱今仔日圣经，耶稣伊还未看见耶稣以前，耶稣就甲讲。你倒转来了后，你爱坚固你的兄弟的信仰。显然，耶稣对彼得是不假有信心的。知影伊的软弱，总是伊知影有信心。
搁一项彼得毋对了后，伊无自杀，伊倒转来耶稣的面前。我今仔日讲到的地方吼，叫做回头是岸，这是佛教的一句话啦。头前迄句叫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这是佛教伫教人真趣味啦。我咱教人着悔改，这头前的苦海，你毋通了落，你回头会当转来。我常常伫想吼，这是甲咱讲的悔改道理共款。总是有一项甲咱无共款的。回头是岸吼，你到底迄个苦海你收偌远出去吼？甲你讲回头是岸，你家己收会转去，还佫是一个问题啦。总是咱的信仰吼，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吼，甲咱讲回头是岸吼，伊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准备一只船仔互咱坐，甲咱带倒转来。这是无共款的所在。咱今仔日读KM读451篇，451篇是代笔犯罪了后对上帝忏悔一篇诗篇，可能是人的手写的犯罪文、认罪文上好的一篇。伊甲上帝认罪，伊犯啥物罪？伊犯的罪无比犹大较细呢。伊用伊的权力害死人的丈夫，抢人的某。伊犯的无一定比犹大较细。我常常安尼咧想，假使犹大无去自杀，耶稣搁活了，伊亲像彼得，搁甲耶稣见面。你想耶稣会安怎款待？咱拢会记得耶稣伫十字架顶祈祷头一句：爸啊，赦免伊，因为因所做的，因毋知。迄个因吼，有包括彼得的，毋是讲甲顶一支遐尔，有包括彼得。犹大若转来吼，我相信嘛有包括犹大啦。我一定相信，伊会得到赦免。彼得甲犹大，我拄仔讲，因所受的训练拢同款，总是真好笑到上尾。犹大出去自杀，彼得佫倒转来，因为咱会毋对，咱拢会失败。上帝有定教命咱用，咱会使转来。咱毋知所做的代志，伊拢会赦免。咱来先来祈祷。非常地感谢你，互阮对即两个学生学习。你疼阮，你为着阮的罪，互你的生囝死伫十字架顶，阮感谢你，阮也感谢你，阮若悔改，你欢喜接纳阮，搁要帮助阮，互阮福道进入你的行志。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恳求你，互阮对彼得学习，对失败。搁起来，成做你